邪气不能吃人参啊。有邪气，邪气。寒气啦，寒气啊！香香扭扭娃娃，真假的啦？你看那边都有蛇啊，可爱，有配有可爱叫耶！哇，用漂亮，哎，从圣诞树强着，对，嫩个香出嫩来。嫩哦。玉芬姐运动有好，就是对斯泰尼有型，赵志姐当然也是，所以这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颁第1名了，好不好？怎么没有想要改成正妹啊？因为也是女字旁。我想啊，你很有傻气，大家你正妹就好了。可是大家都会转过来。你慢慢让你 keep 落去，然后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再来看。各位厉害以后，一家之助米色的茶，而吃饭喽。傻傻的，傻傻的，我妈妈。啦！哎，水被打爆吗？哎，有备而来哦 ，Kimi 耶。很聪明哎，保鲜盒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丑不腻啦。在享受露营，我就在想说，我要带便当盒。我带埋转去。全部啊，看有冇加好食。今日时沙阿姐来啦，我跟你讲哦，热加保鲜盒唔啦，我准备2加啦，热加来。谢谢。今日有昨天猴报哦，因为有时沙。阿姐有记得有强加傻气，是我们社区当中派出最会做菜千禧喵。哇，那我们太幸福了吧？对啊，通通打爆转移啦！哎，所以这个是我平常时就会用的啦，又谁抢到啦？哦，但讲洗沙都会并做为候选，师傅做也没动候选。我们超鲜的分享都安利给阿志勇师傅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来自这个梁仲宏。大家分享都系大范青、大师傅。Hello，大家好。小戴，了解送半年咧。希望你好。还有减肥。错。好了，3號你來分享到逢次嘅茶水咋，係來自桃園楊梅嘅，有嘅係古數哦。歡迎到玉芬、韓家招致。歡迎。好。3號你看一下，強弱係來自桃園楊梅，記得係表姊妹，按到傅正娘、黃玲玲。大家好。今日兩組嘅衫褲係要配色配過嘅哦。很認真誒。呢啲係來自哪一隻沙器咯？五手。五手新春呐，五手新春呐，哎，那金用你啦，帶來嘅東西係強壯嘅，會嗎？我重要，又唔係培訓，最後是手工做嘅，噔。音效哎，手工係你自家做嘅係嗎？哎，是咩？我們那隔壁親友名哎，真勁哦，哦，蘭香梅凍倉哦。哦，謝謝。很好配咖啡。真的可以來個咖啡。呢個我係張妹前有名，你兩塊食過嗎？有，好多。其實哦，玉芬姐很厲害，你平常咱們老婆卡迪度跟這個外傭呢接觸一些印尼料理。然後招致姐之前有開過麵店，哇，香港用那你的油蔥酥一定很厲害啦。有沒有帶來嗎？真的，他聽到笑穴了。呢個意思係講哦，張開始喺點冇落對方講，係嗎？你一下很有道嘛，佢係台灣腔做煙共串不台家學。是啊，我彰化人啊。哇，在彰化組嘛，對不對？東南彰化銀行有分行。那土地銀行在土地旁邊。土地公。台灣銀行就是台灣都有。主本台灣銀選。啊，第一銀行呢？主打條命。好啦，幾題呢兩隻表現哦。好吃啊，謝謝。好，強壯係來自楊梅哦，帶來嘅東西係冇強壯係嗎？來打開了本大家看。哎呀，今日帶來迄個楊梅啊，農夫係介紹嘅鹹臭豆等等。五手社區第一下個，來，我楊梅煙做乜嘅小雞係仙草凍啊？哦，仙草的凍有名啊，吃都很好啊。像我們大白雲現在也是會買啊。那我們楊梅這個當然就是當年11月入圍楊梅有沒有？區公所我們就會準備那個仙草節，他個入圍一定要。哦，你要凍筍哦。甘甜的，當好食，很好吃哎！而且正娘姐因為柚皮而來哦，柚皮而來是什麼？我本來想問柚皮一來，但係窮媽咪愛用狗，有備而來就會啦，對不對？平常時做乜嘅？唱歌啊，
喺形自动丰富底下吼，做出来徐姐帮你表现一下。喂，我觉得郑妹姐啊，曾永基黑雅空哥收起了木足最晚呢。你看她那弯弯的眼睛，不是有一首歌吗？什么？是客家歌吗？不是。那我唱哈卡粉色喽。好了，郑娘姐今天哦盛装打扮，可能给弟等下我先来玩9宫格。这个没关系啦 ，OK 啦哈。好，那等下呢，来自五手社区的 CV 奖节目耶，马上来立先的暖身 PK 咯。向前来挑战，表观考验用嘴对食材的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的了解。唔但唱我动脑筋，还会比反应，两片变素养，顺来万人较厉害。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。好，其实冠游的本大家同下脑筋了，虽然係類似強者下體，咁啲頂下吼，記得嘅打體嘅狀況，敢會強壯哦。哦，冇唔錯哦，我唔過 CV 姐姐也想讓我講，等下兩嘴啊吼，總共加起來嘅成績，就代表講師傅做嘅先幾道紅食材來做變化，啊冇調試未記哦。係哦。那調試全部打錯，他就真係冇辦法煮料理耶。就咩都起價了喲。剪豆沙還有布。你先來，先來答題。來看一下，你那麼辣，要不要選個辣的？我蔬菜。好。沒有變。哦，蔬菜啦，我以為蔬菜。蔬菜嘅比咩係嘛計？再來看下，用嚟煎出酥酥脆脆好食嘅 bacon，A 係太薄夾夾嘅扁面來煎 ，B 係油餅較多啲位來煎。C 係冷漠落啲來煎，油較多一些來煎。哎呦，怎樣？他們都是見過 bacon 啊？冇啦。啊？你係有冇傳出來嘅？直覺。你有問過 bacon 本身？沒有。好，唔怕。既然哦，讓我按檢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就係 C， 係冷漠愛落啲嘅。可是早餐店真的都是用比較很多油，有點半煎炸。係，不過做乜嘅老大家愛用寬用下，嘅煙煙哦，因為應該燒鑊落去煎哦，嘅油哦掹白出來啊，佢是熟的啊，所以嘅油按多嘅時間唔好食就唔愛按素菜，所以建議大家哦，就是冷鑊嘅時間是落去，愛用甜甜來煎，然後煎到愛用擦擦哦，這樣嘅素菜。最好的。對，清火嘅風趣啦。哎，唔怕，提甜甜，難對笑容出來咧。我先來家。止咳有一套。止咳，化痰嘛吼。對。臭啊！下杯呢嘅冇辦法有效嘅緩解促 ，A 係綠茶 ，B 係松柏 ，C 係什麼？人參啦。做乜嘅？有邪氣不能吃人參啊。有邪氣。邪氣。寒氣啦，寒氣就是風邪嘛。什麼宗教信仰？就風邪嘛。寒氣啦。哦，風邪啦，那風邪。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C。什麼啦？其實家下就講到冇唔錯啦，因為唔單止係什麼甜甜哦，韓國包括的有黃芪啊、當歸啊、兩道，當然普遍啊，就身體荷爾蒙輸送的時間還少而些道，像是薑母鴨、羊肉爐啊、兩道就more一些。啊，家下就講到的蔥柏啊，佢都做咧幫助你止咳潤肺。韓國家下就講到綠茶哦，都可以幫助你抗菌潤喉哦。恭喜恭喜！有邪氣不要吃。係哦。恭喜咱嘴。我最先來提的。辛辣的。哦，辛辣。哎呦，有你辣嗎？來看一下題目係嘛呢？下邊那個唔係植物五星 ，A 係洋蔥 ，B 係快菜 ，C 係辣椒味。先門看一下啦。洋蔥用鹽是在嗎？冇。是不是？冇是在。冇是在。是韭菜，感覺啊。那用下山哦。洋蔥。確定。你們平常你想一下，你看該買菜嘅有冇？冇看到的東西。辣椒。韭菜嗎？還是辣椒？韭菜啊。老師姐，你怎麼用氣音來對話呢？哎，韭菜係嗎？韭菜。好，正確嘅答案係 C 辣椒喎。其實一般來講哦，五星就係蒜呢、蔥呢。韭菜、芥菜還有新曲，芥菜係乜嘅呢？就係路橋，啊新曲呢就係蔥頭，所以五星素係乜意思？就係你五星做得食嘅菜菜面就按到五星素。哦，
哎呀，现在长地哦，充满了哦。啊，蓝水来。目前只有蓝队的斗一份哦。招财进宝。好，外签来。是做题。做题。厉害哦！蓝水有63年，鲜水23年，都1分钟地图做得包好，识别最高，而且呢，做唔得有蓝孔哦，做唔得爆浆，安样就算成功诶，抢送道具。好，大家跟你台湾人最好食的水饺。对啊，拱宴西街的招财进宝。对，可是姐姐一听平常时东家用宝吹宝水饺一定很快啊，手脚都痒。所以家下本年係熱分眾嘅事件嘅限制，會報幾多2啲嗎？10萬正嘅哦，萬正嘅哦。好，冇問題哦。冇問題。好，手勢準備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就驚哦。啊，哎，這個速度。哦，有哦。哇！你要做得慢了。等一下，你姐夫還要烤水餃店嗎？封口哦，封口哦。很厲害耶！看起來跟牛排用慢的就抵耶。差。他現在沒有在聽，他一心想贏，我覺得他有傳承我的氣質。有。哇，哎，好快哦！好快哦！哇，平常是都沙琪提度黑妹都是玲玲姐夫夫妻包呀的，家裡有包。好，不要講話。30秒講，等一下題目要檢查一下封口哦。它沒有破掉就好了。但是封口就封口來，然後再全排捏一次就好。對。他就出20秒，加油！尤其邊把它捏好了就好了。走的已經可以係走得改。你大家提醒他一下，有一個哈。好，姐姐耳朵有借我哈。有糖豆。1級棒。好，最後一個。最後再，最後先包好再說。先包好。6、7。那一個捏一下，好，現在加強。那個捏一下。好。總上鼓勵一下。哎，我們直接檢查啦，其實真的很快。沒有。哎，做得嗎？哪一個？你擋到我了。我剛剛有，你知道，用力一下。啊？哪張？你可能用哦。剛才上的喊了啊，動氣也喊了啊。我們要公平啊！要公平。對啊。好啦，還有現鋪家挑戰。失敗。太難了吧？但是還是給我們玲玲姐一家總上。10秒真的太難了。玲玲姐真的是我們有史以來玩這關保清獎哎。超。真的。你看你還跳白給你去看就知道，你是保清獎哎。你不能笑出來哦。沒關係，現在害到的是師傅給七嘎。冇錯。一方色彩都是先第一。而且我目前還是領先。對。好，來看一下風吹，加油了。水裡的好，水裡游的。好，來看哦，水肚球跟愛清香，來看哦。3盆唔會用哪種料理方式做得保留最多嘅 DHA？A 係用配嘅 ，B 係用整嘅 ，C 係用水煮嘅。我選 B 好了，真的。用整嘅嘛？不能假的哈。是嗎？做乜嘅用整嘅？用整呢，它原味。啊，他們用原味奉上嗰一團哈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恭喜，就係用正嘅，用對嘅。哎呀，其實都做得啦，料理嘅方式動到啊，冇經驗研究嚟指出到，就係用粗嘅方式，用正嘅方式做得保留5%低倍度100%嘅 DHA。我到底 DHA 嘛嘅咧，對呢個目珠啊，對大腦動頭嘅影響哦。咋個咧係排嘅，咋個咧就係水煮啊，水煮因為有水會流失體嘅影響哦。好，恭喜哦！打燈下來爛錘。最小心。還有3題哦。來選我呀。好啊，好，選你啊。好嘞。看一看哈。香香扭扭娃娃。真假的啦？你看那個裝可愛教主的雞耶。哇，漂亮。哎，從聖誕樹強咗。對。嫩嘅香草。嫩嗎？來選我呀！好啊，好，選你啊！好嘞，看一看哈。客家跟諺語講到，青一班嘅阿伯係乜嘅意思？A 係態度輕浮 ，B 係講來唔切嘅為時已晚 ，C 係唔敵不知死活啊！不知死活，唔敵傷心。你為什麼有帶情緒講這句話？為什麼？因為造型又度動嘛，事情。
不是啊，这就是常常我们会形容张伯谦呐，7年半的阿妹，为时已晚了，从个汤音嘛啦，哦，马三，因为这很常声音呢？哎呦，这个方向其实这一题不难啦，我看一下正确的答案，嘿，恭喜就是 C。其實兩題尾哦，有下一句，按照天熱半間阿伯第時，係動接上就會馬上嘅夢出。好，哎呦，有好多咧，恭喜！現在至少有3個了啦。哎呀，我貼了哈。好，好，來紅隊要先來題咧。五谷嘅。選擇題。好了，第一開風吹呢，叫我開始一筆推表，都喺1分半當中，然後2個葉做得完全嘅去骨，而且呢不會皮中的爛體安用掌聲過關哦，搶送道具。好的一關呢，之前沒有你挑戰成功，1分半當中要很小心哦，因為底度有可能會有骨嚟插出來，發會到皮弄爛體哈。又做過啦哈。你做夠了哈，做夠了。好，1分半哦，90秒。目前玲玲姐很羨慕，因為鬥了30秒。我們馬上等一下倒數開始，你就要開始了哈。好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。哦，有啦，看去提這檔愛去啲去了解，今日聽我剪斷鐵。就一點點的爛破鐵唔怕，唔會強歐巴的出錯的。對，不要4分5裂啦哈。其實還蠻難處理。30秒哦，1/3嘅時間過體咧。大白哈，如果並走體嚟啊，冠軍也很哦。去市場買那種去骨雞翅都會存心感謝。真的。好，先下一個。好，你家走好咧，時間忙到一半，喊走體。大舅哦，玲玲姐都想幫忙了，因為玲玲姐手腳動腳，1分鐘過體了哦，最後30秒咯。所以你冇弄到數，安全重要。哇，都有力體哦，都算了，檢查一下，8、7、6、5、4，好，走體好，好，下好離手。來，伯謙給你檢查，我們紅隊的。邊面一下，本台要看一下，倆地動翻緊，這夜市等級了。好，我看一下倆地。哎呦，俺們看一下，完全起骨，非常好。可以啦，走對啦，挑戰成功。緊血的哦，恭喜！還有條帶轉去爆痛哦，哈。哦，你不是有便當盒？哎呦，保險盒獎勵哦。好，來。恭喜風吹。風吹嘅體積負，對，沒有啦，我們2分下2分啦。水母是鐵的哦，讓水吐司延壽的秘方都看一下。好，小胖，冰到哪一種搶菜？冰入哪一個搶菜做得保持？好，做得冰入芹菜、芫荽耶，也係快菜的。你們自己都怎麼保存吐司？放冰箱啊。因為硬呢。用烤箱啊。哦，回熱嗎？其實你要放發動身體哦，你要走共回去這個場地。這太冷了。我給你一個方向好不好？吸水，這是關鍵。芹菜好，哦，芹菜。他剛剛好是芹菜啊。芹菜。芹菜嘛哈，亂猜一通嗎？那芹菜湯啊。憑感覺啊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就是芹菜。哎呀，我跟老下講，你有完全冇相關嘅哦。係因為剛才就講到吸水嘅能力啦，芹菜嘅黃哦，都會吸水，所以假使哦，你小胖哦，就保存的時間下來沖掉哦，你可以在這個保鮮袋裡面，或者是小胖本身的台兒地板，用一記嘅芹菜黃，然後它就可以吸收小胖地板的水分，然後就可以拉到保存期限，足以創造得到100%以上哦。但是芹菜，那吐司就會有芹菜的味道。嘟好就三隻菜地板，芹菜嘅味係最淡嘅。對。哎，哎用做得哦，又學到了哦，恭喜！好呀，風吹有2分，南吹有3分。這猜分沒關係，不過師傅有紅色彩色線，我們來看看。我先猜一下。芫荽。牛肉拜託。好，應觀眾要求。我們是觀眾是。
两头嘞。哎，今天就5行，娃娃菜，娃娃菜，还有2行。你们还最好是菇儿，但金针菇我还好。这是隔夜菇，明天见。没关系，可以啊，做的啊。还有几行？ tomato。好，好，师傅先后哎。番茄滑蛋牛柳。唔好來啦，嚟攞來。对啊。等下送不醫生搬啊。喂。好了，等下师傅已经先后红色彩了，看一下师傅用把你的编发喽。师傅上菜了。 好，第一次料理呢，哎，师傅，我刚才就欣赏你们，刚才现在按都演习啊，嘿啊，怎么才用那么一点点？一點點是做啲是出嚟見梅頭咧。好，那剩的要送给制作人。誒，冇問題。有问题啊，哈。今天菜苗按了嘛来？香香扭扭娃娃。真假的啦？你在那边给我装可愛，可愛教主耶！係啊。好，香香扭扭娃娃。對，志龍哥幫我們切一下娃娃菜跟配料的部分。为什么娃娃菜叫娃娃菜？因為佢嘅太拍菜嘅拍菜類嘅地波嘅細路嘅，哦，小朋友啦，很後生，所以基本上搶大種白菜木公樣，種木公樣樣，佢只是看起來像大白菜嘅細路嘅。啊。哦，我們那個該牛肉先攞佢滷一下哦，好，牛肉還會滷哦。小狗滷一下，誒，其實蛋醬談嘅菜苗一定要做嘛改呢？唔知嗎？對啊我們做的嗎？对，是烩牛肉你嗎？是香香扭扭娃娃，對啊，听不出來吧？有點像涼拌菜，涼拌菜。這應該還不呢。這個是一點點調油，一點點鹽，啊一點點，一點湯，一點點鹽，一點點調油，就基本上一些滷東西都是這些啦。一點米酒，好的。牛肉愛滷哦。還有梅頭啦。如果看硬面過去，肉蛋白佢煮到鹹嘅，就是鈉離子、鹽啊，也係調油，都會看嫩。化學老師呢？那個食品化學。哦，真的。啊一點點油，一些油，好，沒問題。那你要過油的時間，該肉質變，它蛋白質才不會粘在一起。啊，營養師呢？誒，拍菜嘅睇我未話樣切睇咯。哎呦，啲咩娃娃菜凍嫩？誒，調切切，等佢湯就較醬啊，冇嗰啲鹽葱啊，一團一團嘅。我凍你選娃娃菜就會食緊娃娃牽刀，你要用那個切過，我們用開拍菜就好咧。因為我們今面做的是涼拌菜，哦，所以一般來做的時間可能溶漿哦滲透進去，把它的那個菜味啊那些先處理掉。既然叫做香香扭扭娃娃，憑什麼香菜比娃娃菜少？我要上訴。其實一檔到，因為大家唔看到檔到，三多嘢全類似嘅。哎呀，喺塊有冇啥？佢冇受熱，所以佢唔會叫，你大家會看到檔到。可是演習夜是一首名曲的主題啊。會唱來預備起。演習耶，沒有，來，品菜先開始，但是也是有這些菜啦。都有啦。好，你啊，娃娃菜先下去咯。誒，全部係高下金針菇，係。那就唐公英講，金針菇係咪總得捅凍住？好像要數幾秒，對不對？對，這樣子才不會明天見。好像很容易會效法。其實我經常就會給塞牙縫誒，我覺得好煩哦。所以我見到切斷嘅，塞牙縫。哦，地瓜葉也會這樣。會。所以一定要托出來。地瓜葉要撒開面的，我去炒，這樣會烤好食。我給它逛過條硬。係，好。那你牛肉，把它拿來過油一下。你準備嘅牛係哪一部位嘅？梅花。哦。想唔想呢？冇強咯。冇強了嗎？牛肉是不是沒有吃全熟就 OK？不管任何牛肉。你要看它的新鮮度。哦。主要新鮮度要高。那你倆牛肉同好咧吼，攞去用下去。然後來你倆tomato。其實我覺得這很需要擠點檸檬哎。
今年用香醋、乌醋代替，蒜香、酸酸的这样开胃。灵魂就是演习了。对，乌醋下去，全乌醋哦，水果醋没走的，苹果醋，当多的，一点点汤，一点点盐，哦，含上甜嘛，调油。哇，你啊，热天的时节哦，冻好是冻开皮的。咱自动跟来拌一下，来你了到咧了香油。哦，中马有小香油。提末的时间，到去冲下去。哦。其实我们有在厨房工作，蒜条下去。哦。上的蒜条。对。来。香菜。哇，用漂亮！哎，从圣诞树强着。对。嫩改香菜。嫩吗？真的不要给它换完吗？香菜很贵，1斤1200。给求烟的啦。哦，了香油了，不去烧。谢谢。那要出到烟点吗？哎，要。你下去。好嘞。哇，好香哦！香香扭扭娃娃。阿娘就好食喽。玉芬姐运动有好，就是对斯坦尼有型，赵志姐当然也是，所以这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颁第1名了，好不好？怎么没有想要改成正妹啊？因为也是女字旁。我想啊，你很有想一台看着你正妹就好了。可是大家都会转过来。来，本师傅一个掌声鼓励。悠悠爸爸。对，但主要就是说呢，这个冷菜。啦。冷菜浪摊呐，是这个呢。东西还要用热天的时节的。有没有人讲生演习耶？有演吗？唔会讲，懂好食啦。他赶紧冇讲的啦吼。冇讲。等候说。你刚才就有木子哦，哎呦，这个画龙点睛。哎。黑醋很赞。因为木子基本上有加香气。姐姐她做在做一个我们社区啊，做本下生，压捏甜嘛，再加较生唔落去发，生用较开皮，有拉香，又酸，清透色，又有 Q 感，有口感。赵志姐吃用吧，东红是味道动作，玲玲姐，东红是香味俱全，哎哈，正娘，味道很好，味道当好。其实你要做起来，不用到变相地步，要做在是凉上捏。对，凉上捏的，凉上捏从姜捏的吧？那可能要传家之宝。阿莫这一波民艺馆真的要看一下这个都有五手社区地图，给民不管属下养都是五手社区赢。因为呢，五手社区的人最幸福，这次都人家得料理。但是我就感觉到玲玲有一种，玲玲应该队长跟我们的玉芬2个人有一种。表起来，势在必得。哎，唱起来。火药味出来了哦。好，马上来进行这一波民艺馆嘅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真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2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青沙皮嘅速卤菜。上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会前面呢。实实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好了，廖大พี่最不会民艺馆，唔过呢啊，真嘅係知道讲啊，今天我们把火药味降低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彼此都太高了。因为刚才背后了解一些故事，我们大家当然会细聊啊。没错。因为 CV 姐姐呢，都是对做料理有热情，而且呢很有爱心，都有爱心，所以伯谦你要加码。加码掌声好了，更是低哈。等我一下，凤姐要带来料理菜名係乜嘅？甜頭炒雞肉。甜頭炒雞肉，這道菜係咪
长辈很爱吃，都爱吃。夏庆英哦必点料理，我超爱吃甜豆，我喜欢吃那个脆脆的。它给我两口料理哦，最难的味素就会慢慢处理的香布牛，先切啊，再去卤呀，看嫩。玉芬姐没有问题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再聊她故事好啦。好了，最关谜一关，来，赵志姐，你今天没有讲到3句话哦，哈。老太阳讲一下，今日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，稍等下来看一下咱最大来嘛嘅好料，今日准备嘅菜名按到猪肚炒鹹菜。哎呀，今日就係客家嘅鹹酸甜，对，要改兩個嘅，因為呢啲用嘅係豬肚，對不對？還有內底嘅更厲害嘅，加黃梨加紅椒。聽講你係社區必點料理之一咯，大概煮出來以後哈，哎呦3秒鐘是全部掃光。哇！準備好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嘴都已經準備好晒，來看一下呀嘅，你五手社區嘅 Q 下來邊誒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稍稍開始了。來，這邊有故事，好好的訪問一下。好啊，先看一下食材哈。記得有香檳要凍醬哎。哦，你有先滿塊是滷嘛哈？滿，好。不過剛才玉芬姐我們才知道說，哇，你都Saki迪度你發起，然後大家禮拜住翻本呀的食態飲食咯。對，我們不應該叫玉芬姐，應該喊叫誒班長，係咪？叫玉芬天使。一開始你有冇想按揚州咧？因為都有卡閒啊，看到自家阿爸按到細，都做一些公益。多做一些公益本老人家嚟放棄呀。前面沒有講到啊，你們老布卡嘅應該是看護啊，哈，學一些印尼菜。我有學到嘛？解冇？挺厲害嘅。伊哋靠食嘅煎餅啊，都係講吼，變玉米啊，個變玻璃菜啊，個變紅豆皮的啊，他們的蔬菜其實蠻多的，對，他的不因為搶他們等於講全部係蔬菜的呀。你去嗰邊會用魚露嗎？因為他們越南是用東島嘅魚露。印尼。一條食材要嘛喺自家種嘅嘛？因為我哋帶太熱吼，冇地方可種。還有玉芬姐就懂有好，就對食態你有心，趙志姐當然也是，所以這部分呢，我們就直接頒第1名了，好不好？愛心的部分，謝謝。沒有啊。唔單講做共餐部分，老人家記得有學，佢嘛個購招辦啊、五透辦啊，玉芬姐都會辦長，她的號召力跟熱情是很滿。對。沒有。玉芬姐，那你下一次走在寫立種嘞？可以想楊梅區區長。區長。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還要做公益比較快。我要做公益，我比較快樂。比較快樂。回饋社會。我懂。對。好，我們大家都進來哈。好。好，你家下要問到咧，該片嘅辦獎，佢係攞去做公益嘅，唔係攞去拿獎金嘅。係啊。是這樣下結論嗎？你這人。啊，你留啥今天走到，你有冇窮人家下街上服啊？我們特別買。哇！姐妹裝，看唔出啊，這麼擠，佢是會做阿太的哦。做就做阿太，做就做阿太啊！傻皮。咁有暗黑上的阿太。係啊，18歲做阿太呢。哎呦，哪有我18歲？哎呀，真勇氣啦！一直講成正妹，因為她太正了，叫成正妹。是在啊，還有正妹嗎？冇咧，正妹地嘛。要老公。要記啊。怎麼沒有想要改成正妹啊？因為也是女字旁。我想啊。你係個傻雞，睇下你正妹就好了。但你全動過。可是大家都會轉過來。不過劉美姐姐，人家都沒有參與 Saki Q 餐 Q 下輪住嗎？有嗎？有聽少？可以。可以。玲玲姐呀，她平常喺多做嘛？服務業在那個。呀，她就上班。賣場上班。賣場。對呀，大賣場。你是賣美食部的嗎？傳那個名產。哦，你係苦嘢，就是專櫃的，對不對？哎，對，做銷售。那平常時用它就煮菜嗎？就那。有啦，
这娘姐该刀工平常是斜斜的，哎呀，而且你种地保一个毒的为什么靠起来切？熟度我用来处理呀。对啊，洗。用咩洗？用面粉，我是用面粉一白，洗睇個用鹽，洗睇個洗兩擺，嗰一湯差不多10幾分鐘要水倒的，在一邊水要煮1個小時又10複雜分，很麻煩哦。动专业的，都麻煩哦。哎，你要翁立信的吗？等一下有用到吗？没用到，那就切给大家试吃喽。可以啊。有干梅粉吗？没呢，没带哦。鸡毛干梅粉，它翁立素鸡就买。啊，鸡摆盘了，咩？等一下会炒落去。我炒回来。要先试吃。呀，切好张了，要先切好了。这个是先会落的。先会落的。好，我们大家都上来哈。好。哇，大家都在上菜了。你们秀都安强力哦。哇，嫩嫩呢。你看那个鸡胸肉看起来了不起。你们有抓腌对不对？有。鸡胸肉是降低熊眼。唔会。没，主要的评分呀，鸡胸肉就真硬都唔是讲的。不会硬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唔会啦。那个，我要吃脆脆豆。哎，肉馅炒狗哈。因为甜头该带有肉馅炒狗。甜汤锅啊。哦。我妈妈会做甜豆炒饭，我觉得超好吃。甜豆炒饭。我妈什么都炒饭。而且他们家的炒饭哦，主角是蛋。对。谁家的炒饭主角不是蛋？不是，主角是饭。哦，蛋比饭多。嘿，啊，炒饭主角不是饭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因为盘料我清早的出来哦，要找才找得到。不用料。这大概是，比如说那么大锅炒饭，我们可能只放1/3碗饭进去。哦，2粒啦，2粒。哎，我们要上菜了，为什么？调味，又挑狗母呢啊！试吃一下，有试吃一下，可以吗？每人试吃来。啊，你有不要胡椒粉吗？没有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哎呦，底酱了，酱了。你慢慢让它 keep 落去，然后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再来看。我们弄。啊，你有不要胡椒粉吗？没有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哎呦，底酱了，酱了。好 ，OK， 那他们感觉来不及了，我去看一下。沙沙对面好嘞呢，鸡的好嘞，鸡血嘞，慢，时间唔怕。哎，动会唱歌是慢嘅。慢耶。不动我大概动，全部动我唱，姐姐很会唱。你是哪一个歌路的 ？Angle 啊？不是没有，就一般国语歌。国语歌吗？国语歌。平常时间的有都会。参加个歌唱班呐。张惠妹比较少唱，因为她年轻嘛，我老人。3天3夜。她不是张惠妹，她是唱阿密特。没有啦，张惠妹我不会唱。阿密特更少。我只邓丽君的我还可以。哦，都又吹呢，姐姐。哎，你除了唱歌跳舞没走的哦。又跳，两下没跳，之前有跳，跳白就跳。哦，驻赌因为有线通过咧，所以就下未做的，主要喊出来木头到煮落去哈。喊出来还蛮潮。而且你都有跳颁奖。跳戏。广跳奖啊，广跳奖。他可是阿胎主管厉害。阿胎耶，怎样都是好吃。喊出来咧2块，你这样硬食哦。哎呀，就干掉。肚子好饿。那边上有风。那个盐巴一点，哎，不用这个了。啊，风头酱。对，开始有咸的。头酱有咸的。你们自己家里面逮来改？要逮了。哦。因为这个火太小，我就不会炒。它这个是用爱发电。水需要抖。不然就没有味道。你慢慢让它 keep 落去，然后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再来看。我来看看莫转球。呀，人个就用下煮的火候啊。哎呀，太关呐。哎，唔关。啊，你都给你用办来改。那李总在。我们李长夫人，然后李长夫人，
全程陪我们，你看，有这么好的里长，你不知道我们全台湾最难好的里长。怪一直连任。对啊，一直连任啊。他今天有化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换啊，等一下去化一下。走，我们先去倒数了哦。烟草马上来倒3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呐，最杯面一罐，那部开料理可沾到喽。来，本期来个众场鼓励，太香了哦，真的很香哎，而且呀，用出全部都会五彩缤纷的。好，你刚才就先试吃嘛，哈。好吃啊，好吃。来，风吹线来。是在看那风吹，我真的很工作人员很疼我。哎，是我自己夹的。我超爱吃甜的。你啊菜哦，就会是给它清甜。各位，鸡胸肉嫩的不得了。哇，天哪！有没有嫩哦？还嫩哦。这个酸个很嫩，它有个甜头哈，脆口感非常的好。它有记得有风脆头哦，不会上，没不会软，它的熟度刚刚好。用啥渠道嘞？不记得有拼嘎。好吃啊，好吃。那这些都是原型食物。哦，非常满意哦。每一个食材都很清甜。对，很清甜。好，大家都要完成一下客家人最好食嘅炒猪肚。哇，甜爸爸。含脆又酸。也不会过酸。处理得当好。好吃，挺好吃。那种好了，煮阿公阿婆真好食。煮含爽条。哦，记得去改那种锅盖。你这个今日处理嘅猪肚哦，非常的好食，完全什么都嘅香味、素味啊摸，洗得很干净。我会出手面啊。我觉得哈，我们一家之主的节目可以超越其他料理节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客家料理本身就係一個重要的文化資產。錯，然後透過各位莫強龍嘅阿姐哦，佢都做出嚟料理哦。我相信你下師傅哦，咪非常嘅上腦筋，到底結果用乜偏款咧，夾嚟看哦。現場到家頭前呢，甚至咧翻藍翠羊鳳翠一盤，還有最杯面很樣版呢，師傅鳳翠唱盤盤酥。滿分！嘿，錯，沙下來有冷水嘅鴨脷來了，我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？4分，非常厲害了哦。想問下，你這兩個？兩片攏做得當好，攏當係客家美食哈，尤其一片，我都冇比滿分嘅入面，插菜嘅在客家人傳統嘅流水席地位，前後一樣菜。一樣菜難到佢當多種食材，加嘅熟程度比例冇同樣。一樣菜多，所以做到各有到位，所以係比滿分。一片鳳嘴係會扣1分喺入面，鹹酸甜，食落去鹹土無清啦，酸油甜我都當後背食到黃梨醬油，但是食鹹菜食豬肚加冇，所以話有一些大少。也可能你調味的時間可能改重要較重一些些咧，好像可以變調油，你講買調油鹽我加一些些咧，可能米燒會較好一隻建議，謝謝。好，來談談一下小戴師傅嘅建議。哦，你鳳腿雖然講看起來當簡單的一道菜，不過個間用真是當論哦，拄好個熟度拄好，啊甜條拄好切，爆酥筍。未拄好凍軟，所以每套又鹹又香每套全標準以上安尼啦。兩片咱推的，像該這種個條講該幫你做啲下早一點點不用下去，安尼該風條種，嘛做啲不用加一些，因為帶拉個鮮度起來，好，安尼該豬肚的部分。這個還軟一點點，有點甜脆，
哎呀，跟牙口还不好啦。两个师傅都会公平的哈，你都唔敢睁眼看睁两只呢。哎，马上呢，安利就来颁奖喽！来，本下耶，恭喜！哦，尤其这个五手社区呢，真经所有嘅姐姐都懂会做料理，最重要呢，他们都是用爱心、用妈妈心来做料理哈。甚至已经出来你风水总奖得到嘅成绩係，总奖8分，南水得到嘅係7分，先來恭喜風水得到3000的女兒加彩金提名。好，三等下來哦，係第一排出現係凍好嘅電路哦，你按到嘛嘅咧寒風燃燒鍋，幫大家看一下。哇，這個是個人份鍋巴飯。嘿，韓國人哦煮嘛嘅鍋巴啊，也係豆腐鍋、部隊鍋都做得什麼湯飯的？錯，因為這個360度圈縫部位哦，做得讓食物受熱，保溫性非常的良好，而且它不粘不粘，一體成型。你還先上半年咯，不過但強愛用心。除了韓國嘅寶哥之外，還有送意大利的廚具3件組，每行一都給登錄。謝謝安子生，安好，給他們好羨慕哦。哦，今日真係動感車哦，你仲有帶陣大家看下來啊，台北掉老年啦吼。玉芬姐做在先老太下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嘅心得冇？當歡喜，哈，得到也提名，嘿。啊，將也提名嘅也獎金啦，總嚟撒去加菜，本他家人攏有嘅福利。哇！玉芬姐，謝謝你，謝謝這個一個節目本來都要去參加，謝謝。哇，什麼玉芬姐？按有愛心，一定會有福報。好，謝謝。按只是按你要接來了啊。好，謝謝。那趙玉姐做老太，趙志姐，老太去甲分享一下了拜參加嘅心得。我當翻譯，因為做得來也一家之主，來當牌子。他很喜歡笑，對啊，你不善言語。你們趙志姐今天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你看剛剛其實料理啊，哈，你最主要都係負責煮呢，你煮得當好哎。看見某這塊要跌框而出。沒有，他純粹是笑到哭。哦，是啊。平常就很愛笑的。對。他一拜過咁暖嗎？走對啦，哈。那下次換你來主講哦。那主演講。那總的。啊，都車沙琪嘅朋友聽下來。好，安子生。好，撒下來玲玲姐，讓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參加嘅感想。那非常嘅感謝哈，今日有啲機會來參加一家之主，來這邊煮菜比賽，雖然冇得到獎，不過我哋也給我們有一個經驗，也不錯，這樣，謝謝。謝夢你哦。咋個咧？我相信哦，係我們今天的歌藝第一名，然後顏值第一名，正妹的部分。謝謝。讓大家分享一下參加嘅感想。希望呢倆節目本來都有兩種嘅經驗哦，祝你們呢節目收視長紅。也祝你永遠漂亮健康。謝謝。恭喜。陳夢 CV 姐姐，同時呢，咩感謝你五手社區哦，今日做得鄉下到沙基地度呢，主催鄉下來要到畢業搞了啦，有獎金，咩有獎品，本大家帶轉移，不過最主要係講，你有收入，大家來都要到畢業咩成績啦。係啊，其實無論秀章啊，主要就係都是五手社區贏，恭喜大家！歡迎所有好朋友今日來報名參加呢一家之主嘅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你鄉下來報名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上來聊聊。